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嚟陽光財經週末點評，我係Sunny。今日係2026年8月21號星期五，標普指數今日升咗33.21點，升幅0.43%。喺連跌5日之後，今日總算收取一條極細嘅陽燭。標普指數喺6月2號有個高位，就係7620點。8月份指數突破咗前期高位，但突破之後出現咗調整，升勢乏力同埋有回踩嘅動作。標普指數將會以7620點作為關鍵支撐位，調整唔應該跌穿呢個位，否則8月突破咗有效性就會有疑問。只要標普唔跌穿7620，就仲有重新走高嘅希望。納斯達克指數今日升咗113.29點，升幅0.43%，連續6支陰燭，弱勢整理格局好明顯。不過納指下面有3條平均線支撐住，分別係60日線、30日線同埋20日線，呢啲全部都係中期平均線。預計納指反彈已經結束，連續陰燭嘅機會率大過50%。下個禮拜可能會見到納指反彈。道瓊斯指數喺連續下跌之後，今日升咗517.8點，升幅0.98%。道指喺一個比較順暢嘅上升通道入邊，預計下個禮拜仲有進一步反彈嘅空間。今日有一個宏觀數據，就係採購經理指數 PMI。PMI 係一個反映企業老闆對經濟前景信心嘅指數，以50做分界線，超過50就代表經濟喺度擴張，老闆對未來有信心，生意會越嚟越好。如果係低過50，就代表經濟嘅收縮區間，老闆覺得日子難過，要減少開支同埋招聘。今日公布嘅 PMI 簡直係爆晒表。8月份採購經理指數 PMI 讀數升到56，大大超過50呢條線。呢樣說明美國商業活動達到4年幾以嚟最快嘅增長速度，美國經濟基本面仲係幾好嘅。但係強勁嘅 PMI 到底係有利於就業，定係會刺激通脹呢？對股市嚟講係好事定壞事呢？股市好唔好係由經濟嘅基本面決定。宏觀經濟繁榮，上市公司喺呢塊土壤上面盈利增長，股市理論上係利好嘅。PMI 大幅上升，說明企業家認為經濟向好，企業賺到錢，股票估值高啲都仲可以接受。但係如果經濟持續過熱，物價上漲，聯儲局就要加息嘅應對。事實上，美國嘅核心通脹已經連續5年超過聯儲局2%嘅目標。沃什一早已經講得好清楚，2%嘅目標係雷打不動，一定要實現佢。所以下個禮拜喺傑克遜霍爾舉辦嘅全球央行行長年會，沃什嘅講話係全球投資者最關注嘅焦點。每年8月，聯儲局都會喺大提頓國家公園嘅傑克遜霍爾坐鎮，邀請各國央行行長嘅開會，討論同交流一下全球嘅貨幣政策。當然啦，無論係歐洲、加拿大定係日本嘅央行行長嚟到都係聽聯儲局主席講嘅，然後翻到自己國家重複翻類似嘅內容。全球發達國家嘅貨幣政策始終都係以美國馬首是瞻。點解呢？因為大家嘅貨幣係自由兌換嘅，如果利率跟唔貼，匯率就好容易崩盤。例如美國要加息，加拿大如果加唔喐，咁加幣就會貶值。央行行長年會就係喺聯儲局主席講嘅。今次傑克遜霍爾年會嘅主題係金融創新對支付同政策嘅影響。呢個主題係同區塊鏈加密貨幣有關嘅。非銀行嘅支付平台同交易平台正利用去中心化嘅優勢，加快金融脫媒嘅過程。以前融資需要透過銀行，但喺金融創新嘅視野下，融資渠道可以唔經銀行，轉向非銀行金融機構。呢樣嘢對央行嘅監管提出嘅新嘅挑戰。嗰啲唔係銀行嘅高科技公司參與嘅金融業務，因此亦都為金融市場帶嚟嘅風險。喺區塊鏈入邊，資產正喺度代幣化，跨境支付基礎設施更加係對傳統嘅電報系統提出嘅挑戰。最近馬斯克喺 Twitter 宣布將會用穩定幣市向創作者支付報酬。穩定幣透過區塊鏈嘅流轉速度極快，成本極低，但係對於稅務、反洗錢、金融欺詐呢啲領域，政府要點樣應對？呢啲都係新嘅課題。
今次央行行長年會討論嘅主題可能會對加密貨幣有一定嘅利好。至於利率走勢，加息係有一定預期嘅，但沃什好大機會唔會俾出任何前瞻性指引。沃什上台以嚟，努力控制自己把口，拒絕向市場透露下一步加息減息嘅預期，主張俾市場自發形成價格。雖然佢喺上次嘅議息會議講話入邊明確話要加息，但佢明確表示2%嘅通脹目標唔會變，對通脹嘅容忍度好低。債券市場近期亦都主動調整，將長期債券利率拉升到 5.3% 左右，呢樣嘢令財政部壓力好大。美國債務突破40萬億，每一個基點嘅利率上漲都係一筆巨額嘅利息嘅單。於是呢個禮拜，貝森特拎出40億嘅巨款要回購短期債券，結果債券市場只係反彈咗一日。對於40萬億嘅債務嚟講，40億嘅回購就好似一塊膠布咁，根本冇辦法幫美國嘅債務止血。市場好快就發現咗呢一點，長期債券收益率依然高企，市場利率上升，聯儲局對隔夜利率按兵不動，係咪都達到咗貨幣緊縮嘅效果呢？咁我認為沃什嘅高明之處在於佢唔需要明面上加息，同特朗普對着幹，佢係讓市場自己加息，特朗普想鬧都唔知鬧邊個。佢喺下個星期喺傑克遜霍爾年會上面，沃什依然唔可能明確加息時間表。沃什嘅講話稿可能會避開唔講美國嘅利率政策，而係會側重嘅人工智能、通脹、勞動力市場、加密貨幣監管呢啲方面。唔講利率，市場就唔會插水咩？股市經歷過嘅聯儲局主席各式各樣，但係完全唔受講話影響嘅股市基本上係唔存在嘅。投資者會捉住一兩句講話，就話佢係鷹派言論或者係鴿派講法，然後就攞一波下跌或者係上漲。沃什大概率都係希望維持限制性貨幣政策，講佢嗰陣隨口講一兩句鷹派言論，隨時就會成為下個星期4或者星期5嘅一個地雷。喺沃什講話之前嘅一兩日，估黃英偉達將會公布財報，央行年會同埋股王財報將會構成下星期股市兩大不確定因素。英偉達財報係8月26號收市後公布第二季業績，英偉達官方對營業收入嘅指引係910億，市場預期係910到920億。作為人工智能龍頭，我認為用917億到920億呢個預期區間偏高嘅位置，佢做業績比較嘅參考會比較合理。如果公布嘅營業收入大超920億，佢就可以視為利好消息。市場預期英偉達喺每股收益嘅2.06到2.09之間，毛利率就係75%。英偉達75%嘅毛利率係相當高。毛利率越高，護城河就越深。一盤生意賺唔賺錢，其實就係抗毛利率同周轉率。100蚊入面有75蚊係毛利，證明市場競爭力好強。喺充分競爭嘅市場入邊，毛利率好難維持嘅高位。英偉達財報嘅另一個床頭係第三季指引，市場預期第三季營收係1030億。英偉達自己亦都會俾出一個第三季預期。要預期高過市場預期先至算係合格。佢由歷史嘅英偉達公司嘅官方業績預期，通常都可以高過市場預期。數據中心需求依然強勁，幾間巨頭嘅資本開支持續擴張，而且已經公布咗。英偉達嘅業績確定性相當高，股價雖然升咗好多，但估值依然偏低。期權市場對英偉達財報後嘅波幅已經定咗價。估計上下波幅喺12蚊左右，對應英偉達喺8月26號盤後價嘅202美元至227美元之間，升跌幅係 5.5%。由日線圖嘅英偉達嘅5萬億以上升幅乏力，始終體量龐大，要市場形成一致預期，共同拉升股價或者集體拋售，先至會引起更大嘅波動。財報就係市場重新定價嘅契機。喺過去幾個季度，財報後交易日或次日下跌咗大陰線比較多。第一季業績公布後連續跌咗4日，舊年第四季業績後亦都暴跌咗2日，舊年第三季就係高開低走，大陰線亦都係呃人入市嘅行情。
透過復盤過去歷史嘅升跌幅，我認為如果英偉達高開追入，好容易會喺短期內被套牢。業績之後成日都係高開低走，呢個可能係業績見光死，即係主力趁有利好消息進行階段性出貨嘅原因。下個星期光通訊龍頭邁威爾 Marvell 亦都會發佈財報，時間係27號星期四收市後。市場預期第二季營業收入為27.1億，每股收益為93美仙。數據中心業務係核心引擎，預計將實現環比15%至19%嘅增長。最近股價正處於反彈階段，財報顯然會改變佢嘅走勢。財報前呢個星期就有個好消息，邁威爾同 Google 合作定製晶片。呢個消息打擊博通，因為原本係博通幫 Google 生產定製晶片嘅。邁威爾財報當日可能會出現8%至12%嘅波動，升跌幅度會比較大。佢消息面向上波動嘅機率可能會大啲。另外，黃仁勳吹捧呢隻股票話要達到1萬億，佢講佢哋未必算數，但如果真係算數嘅話，最終會有4倍嘅升幅。英偉達好清楚數據中心嘅樽頸係冇買入嘅個股顯示，英偉達正積極佈局人工智能產業鏈，佢連發電廠都買埋。英偉達已經對美國數據中心電力開發商 Cloverleaf 進行嘅少數股權投資，雙方將會達成戰略合作，透過深度整合電力冷卻同埋英偉達 DSX 平台等軟硬件技術，共同解決 AI 工廠建設入邊嘅電力供應同埋場地選址樽頸，幫助客戶部署大規模算力。係啦，講下我個公開賬戶，我今日平咗倉，賣咗25股 Tesla， 剩翻184股。最近 Tesla 反彈得唔錯，賣出並唔係咁淡，只係想減持少少，降低翻個持倉比重。大家都知我之前持有 Tesla 嘅比例比較高，而且冇咁長嘅時間入邊試過賺好多，有時有回落，但總括嚟講都仲係有錢賺嘅。當股價升嘅時候， Tesla 嘅倉位計落就變得更大，搞到個公開賬戶其實變咗喺度嘅 Tesla 升定跌嘅。為咗避免個賬戶太過依賴 Tesla， 減持少少係必須嘅。我賣出嚟都唔算多，今日就賣咗25股，套現咗2073蚊，所得資金用佢還翻上個禮拜美光科技10股嗰筆融資，都仲未夠，所以賣股還錢，清理融資槓桿，費事個賬戶嘅股市意外下跌嗰陣要承擔額外嘅損失。今日 IBKR 公開嘅賬戶淨值係195000，除咗已經套現佢嘅利潤2073蚊，仲有67000嘅未實現利潤。持倉入面 Circle 正喺度快速反彈，穩定幣嘅消息好轉，呢幾日都有同大家介紹過。我估計 CRCL 嘅歷史底部應該就係50到60之間啦。我覺得有機會解套，仲可以開始賺錢。睇泰瑞達買入之後呢，就升咗唔少，之後升完又跌，跌完又升，而家利潤其實都唔多啦。Reddit RDDT 呢隻股啊，意外加入標普500，但係升幅小到令人意外。跟住就係美光 MU， 美光呢，我唔買嘅就大升，我一買嘅就唔升啦。我覺得呢個真係好科學。大家炒股會唔會有呢種感覺啊？成日都會遇到呢種情況，因為藏盤嘅心態係唔一樣嘅。唔揸住喺股票嗰陣，細細嘅波動，我哋唔會覺得有咩特別，通常都係升咗一大截先發現嘅，原來冇升得嘅。一揸住股票嗰陣，日日都有波動，少少下跌都會有感覺，所以買入之後總係覺得唔順心，原因就係太過關心啦。如果擺喺度唔理佢，過幾日可能就反彈翻啦。最後解答一位觀眾嘅提問，呢個提問唔係關於個別股票，而係關於債券收益率嘅問題。尋日呢位觀眾話，你講債券利率走高，債券就會跌價，市場上實際係咪反向發生嘅呢？即係話債券嘅人買先會跌價，然後換算翻做債券利率就變高嘅。咁我哋咁樣嘅固定利率債券嘅利率呢，係寫咗票面上嘅，一年派幾多利息係固定嘅。假設1年期嘅國庫券100蚊，利率係3%，到期還本付息就係103蚊。債券同股票一樣，有人賣冇人買就要跌價，100蚊跌到95蚊成交嘅。
呢個時候買入嘅人投資咗95蚊，但係到期可以睇返3蚊利息同埋100蚊本金，淨賺8蚊，8除以95，即係8.42%嘅收益率。好，佢呢張債券由100蚊跌到95蚊，收益率就由3%升到去8.42%。所以話債券下跌，收益率上漲係一種反向關係。歡迎大家喺評論區交流，亦都多謝大家幫我睇下影片下方 IBKR 嘅連結。你睇呢個連結係完全免費，亦都冇任何成本，但係 IBKR 會支付我一筆小額推廣費用，幫助我更好咁為大家服務。好，咁今日嘅節目就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祝大家週末愉快，我哋下期節目再見，拜拜。